在基督教信仰中间，这是一个真要紧的元素。咱经验到上帝甲咱遐尼亲密，甚至诚侪人来到咱的中间，咱经验在生活中间，伊所带予咱的快乐，和咱三甲之地。但是另外一方面，咱阁看到这个创造宇宙的上帝，伊是值得咱来尊重、来敬拜。敢若好亲像遐尼伟大、遐尼远，摸袂着。但是另外一方面，阁遐尼亲近，伫咱的身躯边。这是基督教信仰中间一个真大的奥妙。所以伫个国外节透早起来，咱看到落雨，坦白讲，大家心可能哇，今仔日尤其咱教会阁有遐尼侪活动下晡。也毋过咱知影，即个时阵同样紧是咱的心，会当阁一摆来亲近主，来阿罗主，来经验伊成的羊羔，为着咱死，为着咱埋葬，为着咱来国活。我家己本身住伫新店，阮从细汉开始伫国外节透早起来，差不多5点钟就要出门。行路过碧潭的吊桥，在碧潭有个吊桥，过了吊桥以后，往上走，那边有一个公墓，有一个公墓，就是空军公墓。空军公墓，空军公墓是我们小时候细汉的时阵读幼稚园远足的地方。逐摆远足都是去空军公墓，伊摆甲真整齐。但国外这时阵，游玩同款5点半，阮就会去到公墓的所在，因为迄是比较像伫碧潭边较悬的一个山头，然后等日头出来，伫迄个时阵做阵做国外节早天的祈祷会，早天的礼拜，国外节时阵，迎接日光出来伫咱的生命中间，迎接那个日光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象征我们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也进入了。差不多伫这个时阵，咱即马要11点，伫个6点钟时区的后壁，就是伫以色列耶路撒冷边有一个礼拜堂叫做耶稣圣墓教会耶稣圣墓教堂。耶稣迄个墓，传说中国讲耶稣。就是伫迄个所在安葬，到差不多遐5点，就是咱等下11点，会对内面有蜡烛传出来，因会摕蜡烛光出来，迄阵天还阁要补光来领，蜡烛光传出来，象征耶稣基督已经国活，伊国活的活命亲像光共款，要传到逐所在。所以咱会看到世界逐所在无同的教会。无同的所在，拢做阵要来感谢，要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国活，对世间人的意义实在是极其无同，和其他的宗教拢无同款。所以咱会当看到2000年前迄阵经验到耶稣基督国活的人，因做甚物代志？伫使徒行传甲咱讲到遮，特别因到底要讲甚物物件？咱看到。使徒因一摆互掠，然后互人警告，恁出去无用阁讲遮个代志。然后第2摆阁互掠，使徒行传第5章第20节，彼得因阁互掠的时阵，互关在内面，暗时忽然间叮当有天使出来，带因出去，要出去创啥？天使甲因交代一项代志，恁爱去徛伫殿里，爱出去哦，毋是转去，就要转去厝的哦。恁即摆互恁出去吼。出去即个看守所，恁来去徛伫殿，徛伫圣殿，然后安怎？徛伫圣殿，将活命的道理，将新生命的道告诉众人，将新的生命，将活命的道理甲众人讲。地点真清楚，是犹太宗教的圣殿，但是伫迄个所在要讲新生命、新活命的道理，互众人知。今仔日咱同款来领受这项，所以伫国外节，咱做阵领受这个新生命，讲做一个有新生命的人，成为一个领受新生命的人。第一个，首先我们要相信真理，咱要相信真理。
世间有真侪道理，迄个道理因为时间的改变，有当时你会看到伊敢若亲像咧调整，但是真理咱要相信。我前2天拄好看到迄项故事，几年前，当人咧讲生命永恒不息，咱有永远的活命，什么叫做永远的活命？圣经讲的以外，嘛有足侪其他的所在咧讲生命，敢若亲像生生不息，袂输敢若会循环，袂输敢若会像春夏秋冬，有真侪譬如会互咱误会，敢若像咱的生命，像春夏秋冬，有影年老，敢若像冬天，冬天若过要安怎，无去咯。咱敢会当个对春天开始？前有一个电影叫《狮子王》，内面有一个小狮子吼。伊的老爸一直要甲伊教，伊的老爸当然是狮啦，狮王。这只狮仔囝后摆嘛要做狮王。怎么教狮子王？怎么以后要成这个小狮子以后怎么成为万兽之王？因老爸咧教讲，咱做王吼，咱踮咧霸首中间做王是永远不会停止的，生生不息。有一天伊甲老爸讲，是毋是迄款的？亲像咱食羊啊。咱食羊对无？但是有一天咱会死，咱死了后，咱的尸体会化作土，变做肥料，然后互青草生出来。青草生出来，什么食伊？羊啊食伊，羊啊食伊，咱阁食羊。所以安尼生生不息吗？基督教信仰讲的毋是安尼哈，这是一个大自然的现象，但是。基督教信仰所咧甲咱讲的永远的活命，毋是踮咧遐的轮回，毋是踮遐的循环。圣经咧甲咱讲的是敢若亲像以西结书37章迄个咧讲，连死去的骨头拢会搁活起来。相信真理，无论是今仔日要领受洗礼兄弟姊妹，还是咱今仔日三甲伫咧过啊这赞美礼拜中间。相信真理，这个相信毋是因为咱明白，我真欢喜今仔日早起伫咧问道理小会中间，有一个姊妹真坦白讲，我毋是拢无怀疑，我欢喜听到这，我同行的人讲，我拢无怀疑，我完全相信。听有即句话哈，咱若是一个人，咱就真侪时阵，咱还阁无完全嘛。所以相信真理，毋是因为我完全明白真理，是相信上帝有真理，相信上帝有一天会互我答案，毋是我即马知影所有的答案，毋是信心，毋是我知影所有的答案，所以我有信心。各位记得去年我甲大家做阵用动线讲过什么叫相信无？会记得无？我的手头才有动线，对不？听得到。我讲我家我手头才有4个动线，你要相信无？要相信无？摇头啊，点头。有人摇头，有人点头哈。我讲我才有4个动线，咱请家长落看一下哈。我讲我才有4个动线，要相信无？开始。来，我讲我才有4个动线，咱摇头啊点头。有一个见证人哈，我等。第一摆提问甲第2摆提问无同款。第一摆甲信心有关系，第2摆甲信心无关系。因为已经看到啊嘛，所以当第2摆问的时阵，家长就讲：有影有4个。我讲是毋是4个动线？我讲我相信，毋是相信，是咧说明一个事实。相信真理，毋是我已经拥有真理，我已经明白所有的真理，我已经知影所有的答案。毋是相信真理，是因为我相信上帝，伊有答案。我相信上帝他有答案，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明白。我相信是因为我知道有一天，亲像哥林多前书13章保罗讲，有一天咱当头对面，现在我们很多地方好像看镜子，不明，但是那个答案都在上帝那边。永恒的生命，永远的活命的应允，伊互咱答案拢伫伊遐。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个叫做相信。在这个过程，咱相信真理，这个新生命的人。
伊会相信真理。毋茫咱嘛犹原共款相信这真理。一个新性命的人，既然叫做新，伊的性命就无共款，伊的性命就会无共款。尼哥底母很疑惑，他问耶稣：“什么叫重生？”你说重生真的是不了解。那有可能佫倒转去妈妈的腹肚内，重新佫生一摆？耶稣咧讲的顶头生是一款生命意义的改变。以前发现讲这安尼是对，安尼是好，但是我即马要翻头。咱有看到2礼拜前有一个新闻，伫讲一个博士学生踮咧炸鸡排，有无？博士学生炸鸡排，也毋是伊一个人订，但是伊会变做新闻是甚物人讲话？哎哟，这无采2工前去迎关公迄个吼，伊讲吼，哎哟，博士的学生踮咧卖炸鸡排，这是浪费国家资源，浪费社会资源。当然，这个消息2礼拜前吼加去。这位兄弟姓宋，丰原人，今年42岁，13年前结婚，建中、政大真优秀，考试拢第1名。结婚了后，伊真有自信，所以什么代志拢是伊决定。无论是工作顶头，员工听伊，就真紧代志就会完成。厝内要决定什么代志，拢伊讲。所以伊定会否定别人。因太太挡袂牢，4年前甲伊离婚，带3个囡仔离开。吼，伊迄阵再讲哪会安尼？毋是斗阵，逐项拢真好势。厝内要结经，伊讲用淋浴就好，吼，用男的毋免浴缸。因太太讲要有浴缸，我为着安尼，到尾嘛是爱听伊的，对无？伊讲啥就是啥。伫外口，伫厝内3个囡仔嘛共款，伊讲啥就啥。爱读什么物件，爱去上什么课，拢伊讲的准算。但是4年前，伊的太太挡袂牢离婚，伊迄阵开始咧想讲，到底问题出伫倒？伊其实做的第一项工课，毋是卖炸鸡排，咱知影，因为伊是研究所毕业政大，所以伊就足够读册，伊就是考博士班，真紧就考着。2年内尔就甲博士班的课拢读了，就准备要写论文。但是伊看到迄个学长，大家拢博士，大家拢咧创啥？甲伊共款啊，大家拢真骄傲，大家足侪人一事无成啊！吼，感谢主，迄个时阵伊去教会，有人带伊去教会，伫教会中间，伊得到一个答案：骄傲是一款罪，骄傲是一款罪。箴言18章12节，咱拢知影，败坏的大心，人的心骄傲，尊贵尊荣前。的确有谦卑，谦卑带来性命得到尊贵，对着人的尊重。骄傲，互规个人拢败坏。所以忽然间，迄阵忽然间发现讲，哇！伊生命中间有太侪功课爱学，所以第一项伊就去房屋中介去卖厝。为虾米？帮助人就爱讲低声下气，也都爱讲。伊讲伊要训练讲话啦。知影要安怎讲，互人听有伊要讲的。第2项炸鸡排，服务啊，要安怎去服务人？伊发现讲去教会了后，通大得到就是，原来家己是一个骄傲的人，竟然拢毋知。郭台铭讲迄句话了，第一个抗议的是伊的大后生，虽然无甲伊带到阵，但是伊讲我的爸爸现在不一样了，连囡仔。伊家己的后生拢感受到讲，虽然讲因是离婚吼，伊甲伊太太离婚，伊囡仔含妈妈斗阵，但是囡仔常常来找伊，发现讲，我爸爸跟以前真的不一样，真正无共款。咱知什么叫无共款吼？伊的同事嘛共款，伊以前的朋友讲，宋根人吼，你若早安尼吼，世界都无共款啦吼。对啦，若早有机会去。教会接触福音的时阵，哇！你的世界都无共款。伊讲吼，来教会了后，伊才发现讲家己有活骄傲。伊讲后摆吼，我毋知阮太太会阁转来袂，毋知啦。离婚4年，还是讲我后摆会阁帮到其他查某囡仔。我知影吼，后摆因讲啥拢对啦吼，听因的就对。哦，无啦，这当然是伊家己的经验。
一个新的生命，一个顶头生，你会发现到你生命意义的改变。那生命意义改变，你生命的态度、生活的态度会改变。你会讲话，你听话，你的行动，边仔的人看会到，这是新的生命。但是毋是靠咱家己，是圣神帮助咱，互咱即款的愿望成做一款的力量。彼得前书伫甲咱讲咱得到即个耶稣基督的国话以后，彼得前书第1章第30甲咱讲咱会有一个活泼的愿望。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的生命会有一个活泼的盼望，会有不只是有盼望而已，而且是一个活泼的盼望。圣灵会将这个盼望成为我们今天的动力，成为我们今天的力量。基督教信仰的愿望，不是死了后上天堂踮咧遐吟诗讹乐踮咧遐，不是。基督教信仰所予咱的愿望，通过圣神的帮助，成做咱今仔日的快乐。所以今仔日的生活会有改变，会有快乐，迄是一个活泼的愿望，是对今仔日开始。今仔日开始，有一个心理学家 Frankie， 伊伫咧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互人关伫咧集中营。即个教授互关集中营，面对迄款的困局，知影讲性命阁活无久啊，真有可能就是死伫咧集中营的内面。他觉得他本来大概就是要死在那个地方。不过，1945年2次大战结束以后，他出来了。伊一个著作中间特别伫咧协谈，伫咧心理学顶头找出来一个愿望、盼望的力量。伊讲吼，伊踮伫集中营的中间，伊太太已经过身啦，已经死啊。我不想让在天堂的太太失望。迄款活泼的愿望激励伊吼，知影讲太太伫天堂，我无爱互太太失望，所以踮咧集中营，这变做伊一个真大的力量，互伊面对苦毒、面对迄款的困境，伊阁会当赢过，一直到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亲爱兄弟姊妹，伫咱的生活中间，咱犹原共款有各种无同的挑战、困难、死实的威胁。但是咱若想到讲，伫天堂有咱同信的兄弟姊妹，有咱的亲人，有遐尼侪圣徒天使在看，咱嘛愿望袂互伊失望，对无？咱嘛期待袂互上帝失望，袂互耶稣基督失望。迄款活泼的愿望要激励咱伫今仔日含主国三结连，一个新的生命。安尼来显明，咱真感谢上帝，互咱今仔日，咱有一个圣礼典，有圣灵洗礼，嘛有小儿洗礼。这通过洗礼，要成做上帝家来的人，要成为上帝家里的人。有一个老师讲，上帝渴望有一个家，上帝愿望有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咱是伊的囝儿。圣经内面常常咧写即款的，咱是上帝的囝儿，上帝愿望有即款的一个家吼。以弗所第1章第5节讲，通过耶稣基督，咱得到即个做囝儿、查某囝的名分。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成为上帝的儿女的这个身份。因为耶稣基督，上帝渴望有这样的一个家庭。迄款的渴望，伊期待将恩典、将产业赏赐予伊的囝儿，就是即个生命。真正的一个生命，一个新的生命，赏赐给我们所有他的儿女。咱每一个伊的囝儿，咱要领受这款的生命。这是一个家庭，所以咱会通享受甲上帝三甲成做一家人，通过洗礼加入这个信仰的大家庭。这实在是咱极大的一个祝福。通过这个洗礼成做这个家庭以后，咱就常常会当甲人讲：喂，我是基督徒，这伫咧世界一个大家庭。我是属灵教会一份子，我是属灵教会会友。这是一个家庭。这逐所在去，咱会当甲人分享，迄就敢若好亲像。今仔日有当时咱帮到人，我来属灵教会拄帮到，人就会甲我介绍讲：阮阿公是啥物人啦？啥物人是阮姑丈啦？因为伊想讲，我应该知影遐个人。有影呢。我熟悉遐个人，所以真紧就会甲
即个兄弟姊妹甲念到底。敢若像我捌甲咱讲过，我住新店对无？我阿公叫啥？科阿罗，我是阿罗伯的孙。嘿，我足感觉荣光啊，因为科阿罗伫新店遐人尊敬，所以当我讲我是科阿罗的孙的时候，我足欢喜甲人讲即句话。咱足欢喜甲人讲我是基督徒，安尼。即摆毋是甲人讲我是科阿罗的孙，渐渐我会甲人讲我是科大立的阿爸。因为碰到一寡青年人，我甲伊讲，有一摆我无先讲，我是大立的妈妈。迄个青年过来读书，忽然间徛起来安尼吼，徛起来正面。我毋知阮囝伫外口创啥。伊徛起来讲，你好，台丽妈妈好安尼。我学着，我后摆若碰到青年的活动吼，我拢嘛甲伊讲，我是台丽，我甲伊讲科阿罗，伊毋知。无论是科阿罗还是科成都，还是科大立。这是一家人，上帝渴望有即款的一个家庭啦，所以伊将活命赏赐互咱，将这活命的产业赏赐互咱，赏赐互你我。毋茫通过今仔日，咱每一个人各一摆领受即个新的生命，咱最近要来吟圣诗477首，无论咱伫什么款的处境，什么款的境遇，咱拢知影。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2天前受定受死，但是今仔日伊国活，伊会国活洗清咱，伊的宝血，互咱成做上帝家来的人。圣诗477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什么会洗我心清？只有主耶稣的宝血。什么会随我心情？只有主耶稣的宝血。什么会引我心情？只有主耶稣的宝血。上帝存全有功，我心在亲爱的主上帝，阮即时满心感谢伫你面前，因为你赏赐阮遮尔宝贝，耶稣的宝血洗清阮一切，耶稣的宝血互阮定头生，耶稣的宝血互阮成做你的囝儿。主啊，但是伫即个时代，伫即个时刻，阮毋若干那成做你的囝儿，阮国意爱
通过圣神会当证实，互阮会当现伫你面前得到你的欢喜。伫即个时代，伫即个时刻，阮嘛意爱需要心内的安宁平安。伫即个混乱的世代，诚做亲像天顶的星照伫逐角落。亲爱的主啊，阮感谢你的宝贵的赏赐，但是阮需要你本身真正住伫阮的内面，互阮永远甲你无离开。宝贵的功劳，一世人掠砍阮，一世人保护阮，一世人引带阮，互阮成做一个领受新生命的人。阮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